夫人早，二夫人早。去哪儿了？一大早没见你。昨天节日看来是累到了，别吵醒他。直接再吃一个。夫人呢？夫人呀，公主来了，正跟夫人说话呢。等那个女人走了，夫君再起来吧。啊，这拿不起来了。哎，你把脚拿开，袜子脱了，有味儿。啊，臭吗？反正昨天没洗。没洗能不臭吗？快，收起来，收起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保准你听了高兴。房间的案子结了，包括你在内的人都得到了特赦。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恢复以前的身份。夫君，再吃一个橘子吧。对了，快拿笔和纸来，我胳膊疼，我念你写，快。如此说来，公主对古诗词竟有如此精辟的见解，那也比不上你这大唐第一才女啊！夫人，公主，夫君，这是什么呀？啊，造纸工艺，看看。哦，对，翻到这儿，从这儿。观夫君此文，虽欠缺章法，但文笔之中仍能透露聪慧之处。古人云：“熟能生巧。”他日只要勤于练习，明日必成大才。子豪人虽聪慧，可文章毕露不堪，且字体间架构太过松散，一定要勤学苦练才是啊。文章你写，先拿回去，找一个幽静无人之处放声朗读，其中不妥之处，一定会一目了然的。去把文章拿回去，写完给我看。对，公主说的句句在理。不是我这个，你们先别急着叫我翻工啊！我这个是学术研讨论文，讲的是造纸的工艺和流程，又不著书立传。按照上面这个方法，造出的纸那是洁白柔韧，成本低廉，产量可观，可大幅的降低现在市面上的纸张价格，让更多的人能识文断字，可以巨幅的提高我大唐子民的个人修养，是传播文化科学，推动我朝文明的绝世创举啊！听着怪邪乎的，刚你又没说，还以为是你想让我俩给你鉴定文章呢。刚才我不就跟你说这个是造纸工艺吗？知道是工艺啊，可你又没说是革新，我俩还以为你是拿着造纸工艺练笔呢。哎，反正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流程写下来了，但是单凭我一个人，也造不出纸来呀。我现在是特别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帮我那么一把，要是能先试验一下，弄一个造纸作坊就好了呀。作坊家里就有啊。子豪若是信得过我，这东西我先带回去找人试一试。若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可是造福千秋万业的好事。不妥。若真是革新的话，需要你亲自去指导才行啊。工匠怎么会知道你的意思呢？况且你本就写得不甚明了。哎呦，这都什么天气了，还这么多小虫子！夫君，妾身回房涂一点酒花玉露，去就来。昨天晚上够呛吧？就知道你今天早上起不来，特意早来一些跟你家才女拉拉关系。往后必定是要常来常往的。身上还疼吗？疼，哎呀，疼死我了！这瓶药膏给你，也没什么味道，抹到身上不会被发现。你家夫人刚刚是什么意思？哎呀，公主真是明察秋毫啊，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那我就
直说了，这个刚才您说的作坊是您的还是窦家的呀？这是何意思呀？我的如何，窦家的又如何呀？本宫又没打算改嫁，这所有东西都算是窦家名下的。算是。你这什么意思呀？子豪是想教我这个寡妇学坏吗？这么想我跟窦家撇清关系，你一个成了家的男人，想打我这寡妇什么主意呀？没那意思，你别误会啊。就是我是说这个作坊可以我们两家合作吗？既然是两家合作，就是你王家和窦家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若是找我，只能是2个人，你可要想好了啊！我想好了，想好了，为了能造福千秋万代，我王家愿意和公主您一块合作办这个作坊。那公主和你意下如何呀？滑头，就算是和你王家合作吧，你说说看，怎么个弄法？既然是跟你王家合作，就要把规矩结结实实定好了。这寡妇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我自来也没想占你什么便宜，这些事儿我都想好了。场地和工艺我们王家出，资金和工匠就由公主您来搞定了。但是工匠一定要找信得过的，要不然哪个工匠使了什么坏心眼儿，自立山头，或者被人收买了，那将来这个纸张的价格就不好控制了。那不是很好吗？多些人做，市面上的价钱才能便宜。子豪刚刚不是还说希望所有人都能读起书吗？怎么这会儿又谈上利润了？啊，对对对，公主家人的事，我是有点过分了。但是这个工匠真的得严格控制，万一这技术流传到域外，那不是我大唐蒙受了损失吗？钱可以让我大唐子民赚取，书也一定要让我大唐子民来读，那不能凭空便宜了外人啊！这还像个话？工艺保密的事情我来解决，利润你看着分配吧。至于经商，本宫倒不想参与，我倒是可以找些大商户来帮你解决问题。你们家这边不会还是你的二夫人负责吧？哎，不会不会，兹事体大，子豪定当亲力亲为。那成，立协议吧。公主爽快啊！那请书王呗。哎，好，还我来。公主，这个。那这件事就按公主说的办，我一定全权负责到底，好吧？你放心吧。今日就算你过关了。若真能按你说的那样把这件事办成了，那我昨天就算让你砍了，我也认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以后没有人在的时候，就还是你我相称吧。说是和王家合作，不也就是你我2人吗？也别太生分了。全当是卖身契了。若真是能按你说的那样，让我朝代读书人多起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回去准备。子豪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明天吧，明天我就回庄子上看个地方，越快越好啊，要不然天凉了就没法开工了。成，这时候还早，我这就赶回京城去，挑选一些有经验的工匠，重新安置一下。你挑选作坊的时候，也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集中管理起来会方便一些。你说的工艺保密的事情很重要，必要的时候可以叫一些府军过来。啊？军管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办法真可行的话，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你不用操心，我来安排。好，我听明白。慢点。那我就不送了啊。怎
行了，啊，留步吧。哎，好，慢走啊。怎么样了？还可以吧。走，进屋说。明天呢，我就得回去画地。我觉得咱们庄子后边那块荒地不错吧？明天就回去？这园子怎么弄都还没个定论呢。明天回去太早了吧？不行，不能耽搁呀。这过两天天凉了，作坊还没起来的话，就得拖到开春了，多不划算啊！实在不行，你跟二女待在这儿，我先回去。哎呀，那怎么行？明天一起回吧。这福军一个人没人照顾怎么行？这边的事儿放一放吧，不打紧。子豪兄，哎呀，救！德昭兄，你怎么了？别提了，有可能是我最后一面见你，摸不着这么光滑的手了。你得了绝症吗？爷爷打我啊？没追过来？躲起来吧。不，进来。哎，老赶紧出来，这什么娘们儿？啊，四叶兄，快进来！说话呀，到底怎么回事？你问他。子豪兄啊，小弟我辜负了您的委托，也让德昭兄受了牵连，小弟无能啊。你能不能斯文点儿？四爷，你接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按照您的指导啊，这比赛一开始很顺利，很快就领先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通知我说您回府有急事要见我。我见场上领先较多，便把球队交给了德昭兄，然后就去王府找您。可接下来这事情只能用峰回路转这4个字来形容。德昭兄这个性子太急，刚被人家追上一球，他就开始自乱阵脚，开始胡乱调派球员，调整战术。结果我到了王府才发现被骗，再赶回赛场的时候，那真是惨不忍睹，回天乏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人家反败为胜，于是萨子路就这样很没面子的结束了年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这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家老爷子失利以后的态度。子豪兄，你想想，那老爷子正跟一帮战友站看台上得意的吹牛，突然之间就被逆转，你说他脸往哪搁呀？于是程爷爷追着德昭凌便打，这不就把我们逼到这儿来了。正好，明天就回京。我跟你一块儿去城府劝劝老爷子吧。你别吃了，想想应付的办法。吃的多挨打多。吃了再说，明天怕是吃不着了。这窦家也真是好手段，他们怎么骗我出去的时间就拿捏的正好呢？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在这凑合一宿吧，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你们俩自己坐马车走啊，我跟秦玉还有程初一块走。夫人，怎么跟上回的不一样？这是我改良过的，这个肯定好用。哎，你抢什么？有你的在这儿呢。看，夫君，妾身今日说话太多，有点伤元气，你先睡了。能享受这种奇人之福，也不枉我被撞死一回。看起来穿越过来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啊！想想单位那帮孙子，个个被老婆整得灰头土脸的，想想我就高兴。来人啊！老爷子起来了吗？回少爷，老爷子一大早带着人出去了。上哪儿了？
去您府上。去我府上？初中毕业之前，我读过《隋唐演义》，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是个魂不吝，仗着手里那把斧子，虽然只有3招半，神见了神愁，鬼见了鬼哭。这号角色跑到我的府上去，还带了人马！天哪！走。你爷到底要干嘛呀？啊，上我们家还带那么多人马，是要抄我们家不成？子豪兄莫要着急，今天就算我拼死被爷爷打死在那儿，我也定得获得王家主权。哎呦，小来的人呢？小慧啊，您可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程老国公就带了一帮子人来说要祭奠老侯爷的牌位，还不让我跟着，说是等您回来好去报信儿。快进！我先进去看看，你们俩在这等我。不，一起去。今天就算我交代在这儿，怎么也不能连累你。我不回来不许放开他。等等，公主，把德昭放下。哦，有本宫在，出不了什么事儿，这样子成何体统？随我去看看，我倒要看看这程叔叔今天拜的是什么祭。我去。我看着公主的份上啊。子豪，既然到这儿了，给你爷爷磕个头吧。啊，程忠那小子来了没有？叫他进来。爷爷，你要打要骂，咱回去省吧。你个小畜生，赶紧跪下！在这儿给王老爷子磕个头。哦。七月啊，既然王修代父收你为徒，你也算半个王家人了。既然来到这儿，为什么不祭奠一下啊？王兄啊，老夫看你来了。王兄啊，老天不公啊！想当年你我征战沙场的时候，那么困难都挺过来了，马上就要天下太平了，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你可真不够意思啊！你临走的时候叫我照顾好王瑞，瑞儿啊，老夫没有照顾好你呀，我们程家对不起老王家呀。就是老夫死了，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呀，子豪啊！哎，你还记得你父亲吗？多谢程爷爷挂念，我这病还没好利索，记忆残缺不全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得好，实在是惭愧呀。孩子啊，这不能怪你，是我们家没有照顾好你啊。爷爷有这个心，我们家祖上祖下一向都是感激涕零了。今天，王兄啊，我当了你的灵牌，我宣个誓啊，今后王家的事就是我老程家的事。滚蛋，赶紧表个态。从今天开始，我跟子豪兄休戚与共，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行了啊！我也没词儿了。行，既然你们的心意都到了啊，就都起来吧，都站起来吧。哎呀，子豪啊，你们王家人呐，都聪明。我记得你爸爸王瑞啊，从小就天赋过人啊，而且是武艺双全，看什么是过目不忘。如果能活到现在的话，那肯定是出将入相了。可是好人不长寿啊！记得那一年呐，我随太宗出征高丽啊，但是出征不利呀，让人给包围了。当时啊，凭着我的英勇救围啊，才保得大军的安稳。皇太宗非常高兴，回来为了表彰我的忠勇啊，特将前朝的越国公府邸赏赐于我。哎呀，太宗皇帝乃千古明君，真是慧眼识英啊！程爷爷您也
也是当世名将，战功显赫呀。您君臣二人相得益彰，让我们后辈真是敬佩不已呀。子豪啊，你看你啊，从小就让人喜欢，说话那么好听啊。你看我们家这孙子，我见面就想抽他。你这是也别惹你，别惹你！哎呀，好了，咱们接着说刚才的事儿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到赐府邸。赐府邸啊，对，赏赐府邸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搬进去之前呢，我把房子重新整修了一下，没想到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地窖。这个地窖我还挖出一个箱子。哎呀，公主，程老将军免礼。继续说，箱子里边是什么？箱子里有什么呀？我打开箱子一看全是书籍和竹简那些蚯蚓似的文字我不认识我就把它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王瑞这孩子。没想到没过几年，这小子又给我送回来了。他说这书他全看懂了，而且非常的珍贵真是好东西，他不敢留我当时好奇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早先留下来的孙武的兵法，也叫武穆遗书。武穆遗书？武穆遗书当时我听完之后也跟你们一样的惊喜。我说这是祖宗留下的好东西王瑞千万要传下去当时程初还小，我本想过几年之后呢，让他拜王瑞为师，没想到英年早逝程爷爷您节哀您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全明白了。还得多谢您当年赠予此书于我父亲。只是我现在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这个记忆对这本书的内容，这段记忆残缺不全而您说的那个什么蚯蚓字呢，我也只能勉强认识那么几个。所以能否有空再去您府上把这本书温习一下？哎呀，没了，这个小畜生他是玩世不恭，从小顽固不堪一把火把我的书房就给烧光了。程爷爷息怒，这德昭兄少不更事，姑且就饶过他这么一回吧。幸好我记忆尚存，虽然残缺不全，但我愿与四叶兄与德昭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也好替父传授他们兵法，也好报答程爷爷这么多年对我王家的照顾之恩呢。子豪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程初，还不扣下子豪？哎呦，德昭兄，你看你这就多不好这不是见外了吗？我们也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王子豪这一期贡献了造纸术，也得到了兰陵公主的原谅。程咬金装疯卖傻的让孙子程初和王子豪学习兵法，这样一来呢，王子豪代父收徒，有了程初、秦玉两师弟。然后呢，装神弄鬼的想要把武穆遗书传下去。下一集呢，王子豪要跟一众工匠研发造纸术。岳师傅，一会儿把这容也加进去哎，好嘞。